圣诞树的来历，对万南圣会报摘录。当耶稣出世伫伯利恒的时，信上帝的人拢毋知圣诞树是甚物事。迄时阵出世的囡仔，目睭会福气，也无亲像现今的囡仔所享受的大。查考耶稣的爸母当日的情景，真正壮乡。伊出世的所在，毋是皇宫，就是马条。耶稣所困的床，毋是厝碰被的摇床，就是充满稻草的马槽。耶稣的家虽然是遮艰苦、遮卑微，伊却是上帝独生的囝，放撒天顶的宝座，降落世间做人，踮伫罪恶灌满罪人的中间，用上帝的大疼痛来教示世间人。当耶稣出世迄日，天顶捌有真侪天使组织吟诗班，吟真侪好听的诗，互伯利恒城的人听。其中第一好听的一首，就是伫顶面荣光归上帝，地面和平，人得到恩典。迄时踮伫旷野过洋的人，听见天使欢喜的歌，倒也无设一丛圣诞树坐地庆祝圣诞。因只有是放下因所顾的羊群，赶紧落去伯利恒找这位新出世的王。因找到耶稣的时阵，就拍底拜伊。伫迄时，倒也无人想到圣诞树这个事。照流传，圣诞树是对甚物时才有呢？查考耶稣基督降生后732年，伫日耳曼德国有一个圣人名维布列 （Saint Wilfrid），伊带一阵祭司要去找遐个拜雷公的人，要甲因着假换来信耶稣。照书记所讲，当因振起精神，伫迄个暗树林的校舍的内面，勇敢进前，到伫野蛮人条顿族聚会的所在，就是一丛大橡树。雷公的记号下骹的时，拄拄是救主诞的远。迄时有一个白头毛的老人，拄得备办将族长的囝做成礼献互雷公。维弗列看见了，赶紧走进前去拿伊的刀，救迄个古水的囡仔的性命。遐个野蛮人因为因所疼的囡仔得到救，拢真欢喜。过无偌久，就拢假换来归我耶稣。为圣人即时夹迄个老人的斧头，扑迄丛橡树。橡树得要倒落来的时，煞互雷讲到脆脆。忽然伫悬旧位看见一丛尖尖的大橡树浮出来，真青翠，搁金那啥。因就将即丛大橡树放到族长的厅中央菜地，大家拢欢欢喜喜得说即丛树。条顿族的人听见耶稣的故事，甲大的疼痛，伫蝶仔骨的中间，拢伫即丛大橡树骹变做基督徒。这就是圣诞树的来历。